原來116方都可以做到5房嘅喎。而家樣板房咧，你會見到呢個係位置洗衣房啊，呢個位置係書房啊。實際上交俾你嘅時候咧，呢度係埲牆嚟嘅，門口喺呢個位置嘅。但未來交到你手咧，你好似樣板房咁，呢度間開2間房。全南向設計啊，116方嘅飛機戶型咧，佢最低單價可以做到15000幾啊。南向採光面係超11米嘅，門口空間係自己用嘅，入門口靈動空間有10個方，開咗一個大房嘅全送嘅喎。或者好似樣板房咁拆出嚟咧，做翻個洗衣房咧，再追加個小書房啊，起碼以後封陽台都唔怕話唔知道啊洗衣機放邊度啊嘛。其實呢個位置預留個書房都幾好啊，起碼你預留咗個書房之後，嗰啲房間又唔使留多張台啊嘛。而呢個 LDK 設計咧，成個空間感官上面係要接近42個方㗎，開放式嘅廚房老闆3件套，餐客廳開間4米，而主人套房超24個方，全屋飄張開發商喺交俾你嘅時候已經幫你打埋㗎啦。對面2間客房，第一間接近10個方，同樣都係270度嘅採光設計，而另外一間房就南向嘅，超11個方啊，可以直接連通翻呢個7.5米嘅陽台，陽台都超11個方㗎，封起身更加正啊！